今年4月初，花莲大地震，地区东部观光到达拢真惨淡。即阵，佮传讲台东有游客兼机民宿伫公共浴间装摄影机来偷翕。目前警方已经咧调查，那业者嘛关门停业，伫面册回实地。官府表示，若调查确定违法，就会撤销这间民宿的登记。台东县政府稽查人员早起去这间疑似伫公共浴间装监控摄影机的民宿调查，不过这间民宿已经关大门，业者16日也伫面册回实咧，无要搁做陆续业。官府表示，业者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发展观光条例、甲民宿管理办法相关，应废止民宿登记。违反善良风俗、情节重大者，得处20万以上的罚金，甚至于最重可以撤除他们的民宿牌照。花东大地震了后，东部观光订房率一直落车，即马阁传出民宿业者偷翕，观光可能阁受影响。台东县民宿协会表示，这间业者毋是民宿协会会员，80外间的协会会员拢会遵守政府规定，伫公共区域装监视器一定会予游客看到个打广告。已经生意不好了，还搞那个。装公共监视器的地方我们会写我们会表明说这个地方有在录影然后第二个。涉及个人隐私的，那就是包括房间还有预测那个是绝对不能装的。台东县委办日起求济暗过饭店订房率无理想，官府表示会加强稽查旅宿房间安全。民宿协会也呼吁游客上好向协会会员或者是合法的饭店订房，才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